这个教育部进前针对着国中甲高中的规定，若有学生确诊坐伫个9强价座位的同学，恐列为停课的对象。讲即摆要取消了。教育部长潘文忠早起讲，要来取消着国中、高中9强价停课的标准，要比较着国小甲幼稚园来办理。只要有一个学生确诊，就全班停课3天。讲已经报请指挥中心来核备。另外，这个学校是毋是有可能会提早来限暑假呢？潘文忠是讲甲真确定哦，讲无规划。9强假无要阁实施啊！疫情遮严重，各种高中停课的9强假，即摆已经无够假啊！班上老人确诊，毋是干那空列4科练长的人。会将原来的9宫格来改变，成为如果国高中会比照国小跟幼儿园，如果有一个确诊的学生，那也会采取全班停课的这个做法。公民课要不要上？什么？学生囡仔透过网络咧上课，唔知要上到倒一天，敢会上到学期煞，还是讲会提早休热？那么这个阶段，其实关系到非常多应届要毕业的学生，以及毕业后相关新生入学的这个权益哈，这个部分其影响面非常的大。教育部并没有规划以提前放暑假的方式来进行。远距的题目是各校弹性处理吗？哎，是让学校或地方政府可以考量疫情来做弹性上的决定哈。想要提早休热，教育部长潘文忠甲这囡仔讲，唔通想济，上好是乖乖上网络做一个好学生，是讲老师加正辛苦。要记得从18世纪到19世纪，面对的是刀啊甲椅啊，唔是面对囡仔，这款情形可能暂时未改变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